Hello 各位 AI 金融 Cafe 嘅聽眾，又係 Emily 同大家喺呢度吹水 update 最新科技同金融嘅 exciting news 啦。唔知大家最近有冇留意到，成個 AI 界真係風起雲湧，特別係圍繞住啲 chips 呢方面，簡直好似睇緊套緊張嘅 spy movie 咁。上次節目 Victor 都同大家提到中美喺科技領域嘅角力，而呢場仗嘅核心絕對離唔開啲 powerful 嘅 AI chips。你哋睇下。美國政府就好似一個嚴厲嘅 gatekeeper 咁，不斷咁收緊對中國出口 high-end AI chips 嘅限制。咁樣做，佢哋嘅目的就好明顯，就係想 slow down 中國喺 AI 發展嘅 speed。但係，正如香港人成日講嘅，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中國嘅科技公司又點會咁容易就範呢？最近啲 news 就爆咗啲幾得意嘅嘢出嚟，話說有啲中國公司為咗可以繼續 train 佢哋啲大型 AI models，竟然出動螞蟻搬家嘅策略，用 Eisen suitcases 裝住一堆 hard drives， 裡面 loaded 住喺其他地方買到嘅 NVIDIA 高級 chips， 秘密咁運返中國。哇！聽到呢個 story 真係覺得佢哋好有毅力，為咗追趕 AI 嘅浪潮，真係諗盡辦法。呢個情況就反映咗，雖然美國落咗好多閘，但係要完全阻止科技嘅流通同發展，真係一件非常困難嘅事。講起 NVIDIA 呢間公司，真係喺呢一場 AI revolution 入邊賺到盆滿缽滿。佢哋啲 GPUs 就好似 AI 世界嘅石油咁 ，demand 真係超級 strong。但係過度 reliance on 單一供應商，始終都存在風險。所以各國政府同科技公司都開始意識到發展本土 AI chip 產業嘅重要性。例如喺中國方面，除咗華為之外 ，SMIC、中芯國際呢間晶圓代工廠嘅技術都有咗唔少進步。雖然喺最尖端嘅製程方面，佢哋可能仲同台積電、Samsung 有一段距離，但係喺成熟製程同埋一啲特定嘅 AI chip 設計上，佢哋都展現咗唔錯嘅實力。Reuters 嘅報導就話，美國對於華為喺2025年 AI chips 嘅產量設咗一個上限，大概係20萬塊左右。大家聽到可能覺得20萬塊好多，但係對於成個中國龐大嘅 AI market 嚟講，呢個數量其實係 far from enough。呢個 restriction 無疑會對華為甚至成個中國 AI industry 嘅發展造成一定嘅壓力。不過壓力同時都係動力嚟㗎嘛。喺呢個背景之下，中國政府肯定會加大力度支持本土晶片產業嘅發展，投入更多嘅 resources 去做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我哋可以預見，未來幾年中國喺自主研發 AI chips 方面，肯定會有更多嘅突破出現。除咗中美之間嘅晶片大戰之外，全球其他地方喺 AI 領域嘅發展都好值得關注。啱啱 Victor 都提到，法國嘅 AI startup Mistral AI 呢間公司之所以能夠咁快冒起，除咗佢哋本身嘅技術實力之外，亦都因為歐洲國家普遍唔想見到美國喺 AI 領域一家獨大。好多歐洲嘅投資者同企業都希望可以支持本土嘅 AI 公司，去建立一個更加 balanced 嘅 global AI ecosystem。Mistral AI 喺 Soperia 裏面就吸納咗大量嘅funding，就係一個好好嘅例子。呢個都反映咗全球對於 AI 技術嘅競爭已經唔單單係國家之間嘅較量，仲涉及到唔同地區、唔同理念嘅角力。講到 AI 嘅應用，真係可以用百花齊放嚟形容。除咗大家成日聽到嘅 generative AI， 例如 ChatGPT 之外， AI 喺醫療、交通、製造業等等各個領域都有廣泛嘅應用。最近我睇到一單 news 幾有趣，有間公司利用 AI 去做 drug discovery， 可以大大縮短新藥開發嘅時間同成本。呢個對於人類健康絕對係一個好消息。另外，自動駕駛技術嘅發展都一日千里，雖然中間仲有好多技術同安全嘅問題需要克服，但係可以預見未來嘅交通出行方式將會因為 AI 而出現顛覆性嘅改變。喺金融領域 ，AI 嘅應用同樣都非常廣泛，由 algorithmic trading 風險管理到 customer service AI 都扮演住越嚟越重要嘅角色。例如，好多銀行同金融機構都開始利用 AI chatbots 去處理客戶嘅查詢，可以24/7提供服務，又可以提升效率。
同時 AI 亦都可以幫助金融機構去 detect fraud，提高安全性。不過 AI 嘅發展始終都伴隨住一啲 challenges 同 concerns，其中一個最受關注嘅問題就係 AI 可能會取代一部分嘅工作崗位。雖然 AI 可以提高生產力同效率，但係對於一啲重複性高嘅工作嚟講，AI 的確可能會構成威脅。咁樣就 require 政府同社會各界去思考點樣應對呢個轉變，例如提供 retraining 同 upskilling 嘅機會，幫助人們適應新嘅工作環境。另一個重要嘅 issue 就係 AI 嘅倫理問題。正如 Victor 之前提到嘅 deepfake 問題，AI 技術嘅濫用可能會對個人甚至社會造成嚴重嘅傷害。所以建立一套完善嘅 AI ethics framework 去規範 AI 嘅開發同應用就變得非常重要。呢個唔單單係技術問題，仲涉及到法律、社會學、哲學等多個領域。好啦，唔經唔覺又講咗咁多 AI 嘅世界真係充滿咗變數同可能性，每一日都有新嘅發展出現。希望透過我哋嘅分享，可以幫到大家更加了解呢一個 rapidly evolving 嘅領域。跟住落嚟嘅時間就交俾 Victor， 聽下佢會帶俾我哋咩唔同嘅 insights 啦。Hello， 各位 AI 金融咖啡嘅聽眾 Emily， 啱啱同大家分享咗好多關於晶片大戰同全球 AI 發展嘅最新情況。聽落係咪覺得個世界轉得好快呢？喺我哋繼續深入探討之前，我首先要讚下 Emily 嘅分析真係好到位。佢用咗好多生動嘅例子，好似 Gibson 運晶片咁，真係令到啲聽眾更容易明白啲複雜嘅科技議題。跟住落嚟嘅時間，我就想從更加宏觀嘅角度，同大家睇下 AI 呢股浪潮究竟會點樣影響我哋嘅金融體系同埋 wider society。正如 Emily 所講，中美之間嘅科技競爭核心就係 AI chips 嘅爭奪。而呢場爭奪戰嘅結果將會 deeply shape 未來全球科技同經濟嘅格局。雖然美國不斷加強對中國嘅科技限制，但係 Bloomberg 最近有一篇報導就指出，因為 AI 嘅蓬勃發展，好多中國嘅 mid-cap stocks 竟然預計會出現強勁嘅增長，連 Ox Capital 呢啲投資機構都睇好呢個趨勢。呢個現象其實幾值得深思。即使面對外部嘅壓力，中國本土嘅 AI innovation 同埋應用市場依然充滿活力。好多投資者都相信喺中國龐大嘅市場同埋政府嘅支持之下，中國嘅 AI 產業仍然有巨大嘅發展潛力。呢個就證明咗科技嘅發展唔係單靠一兩個國家就可以完全掌控㗎。全球化嘅 interconnectedness 令到技術嘅擴散同創新變得更加複雜。The Economist 亦都有一篇文章，標題就幾 provocative， 話中國點樣用佢哋嘅 industrial policy 去贏得未來，甚至話如果想了解未來嘅趨勢，可以問 Google 嘅 AI。呢個講法當然帶有啲誇張嘅成分，但係背後反映嘅係中國政府對於發展高科技產業，特別係 AI 有住非常強烈嘅決心同埋龐大嘅規劃。佢哋嘅產業政策，無論係資金投入、人才培養，定係市場應用方面，都展現出驚人嘅執行力。當然，呢種模式係咪一定成功，仲有待時間嘅驗證。但係佢哋嘅努力同埋決心，的確唔容忽視。不過喺我哋見到 AI 帶嚟嘅種種機遇嘅同時，亦都唔可以忽略佢可能帶嚟嘅風險同挑戰。Emily 啱啱提到嘅倫理問題就係其中一個非常重要嘅方面。最近 Meta 就採取咗法律行動，控告一間香港公司，因為佢哋涉嫌推廣啲利用 AI 生成 deepfake 裸照嘅 Apps。呢類 Apps 嘅出現，對於個人隱私同埋社會道德都構成咗嚴重嘅威脅。而且呢個問題唔單單存在於香港，而係一個全球性嘅挑戰。AI 技術嘅普及，令到製作高仿真度嘅 fake content 變得越嚟越容易。咁樣就 require 我哋喺法律、技術同埋社會教育等多個層面去加強防範同應對。除咗 deepfake 之外，AI 喺創意產業嘅應用亦都引起咗唔少討論。華爾街日報 WSJ 最近就拍咗一部完全用 AI 製作嘅 film， 佢哋形容呢一套戲係 wild and slightly terrifying。呢個就帶出一個問題，當 AI 可以獨立創作內容嘅時候，對於傳統嘅藝術家、編劇、導演等等會帶嚟乜樣嘅影響？ AI 會唔會取代人類嘅創意，定係會成為人類創作嘅一個新嘅 powerful tool？ 呢個仲需要時間去觀察同探索。另外，The Economist 亦都指出
AI 嘅發展似乎會令到啲大型科技公司變得更加有優勢，佢哋擁有更多嘅數據、更強大嘅算力同埋更多嘅資源去投入 AI research， 咁樣就可能會加劇市場嘅壟斷。對於啲小型嘅 startup 或者新進入者嚟講，競爭壓力就會更大。呢個趨勢係咪健康，會唔會扼殺創新，都係需要關注嘅議題。總之 AI 嘅發展就好似一把雙面刃，佢既可以為我哋帶嚟前所未有嘅機遇，同時亦都伴隨住唔少嘅風險同挑戰。作為 AI 金融咖啡嘅聽眾，我哋需要保持敏銳嘅觸覺，持續學習同了解 AI 嘅最新發展，咁樣先可以喺呢場科技革命入邊把握住機遇，同時又可以 protect 自己免受潛在嘅陷。最後，我想再次感謝 Emily 嘅精彩分享。佢從宏觀嘅晶片戰到微觀嘅科技應用，都為我哋提供咗非常全面嘅 overview。而我希望透過我頭先嘅分析，可以幫到大家更加深入咁理解 AI 對金融同社會嘅深遠影響。記住繼續收聽 AI 金融咖啡，我哋會繼續為大家帶嚟更多有趣同 informative 嘅內容。下次再見。